西大楼的女士。继续呢，就是咱先做开来谈美展，马上做下我们谈来谈这个美展。来，这位来，上北天堂太北太瓜，花地西乐火挂，烟挂地修花的人，火挂地有挂，火挂在所属业主，那亲戚关口为第一多数。为多数收高同学，为多数比较固定。可能这个来听北京话，来。两位听者大家平安。这是礼拜要开始，请咱先从咱的手机、来个关机，那么1分钟的时间，完成咱的心，所以哪里泡茶来礼拜。
基督靠放咱做自由，所以恁就站在无得做挂在这个最落步的当。看咱做伙来吟诗俄勒上帝，圣诗第57首，圣诗第57首，我心俄勒上帝。咱起来吟传诗。圣诗后启应文第13篇，就是诗篇118篇。我来启会上来，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的家讲，愿建立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着耶和华。有耶和华甲我伫咧，我就无惊。就甲我开义的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师傅所起誓的咒，已经成做触壳头的咒。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耶和华打求你拯救。从耶和华的名来，应该得到福气。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恁着感谢耶和
我因为伊是好。咱三甲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丰盛的慈爱，一生的主力，阮会通你的殿，当你来敬拜，献上阮的感谢甲爱好。感谢你接着耶稣基督是过定完全的救赎，阮甲你有和好的关系。伊变成阮通成做上帝国的子民，进入你所应允天顶永远的国度。恳求上帝，互阮知影来减少即款背景的关系，帮助阮，想使阮快乐，想使阮庇护，互阮重新甲你建立背景新的关系，互阮的生命有新的看见，有新的愿望。恳求圣神引带阮，行向你所欢喜光明的道路，互阮伫你的内面有满足的欢喜。亲爱的主，阮伫你的面前，要来审查阮的过失，阮有失错得罪你的，由你来管教阮，由你来赦免阮，重新交去做合主心意的生命，来荣耀主。你要上帝，阮要为着教会做做事工，家己伫你的面前来祈祷。由你亲自带领阮，引带阮教会进行中的行事工，无论是教会一楼的整修工程，定服小组的宣教事工，分道训练的教育事工，阮拢要谦卑顺服，由主来引带，或者的事要通成做你的荣光，到永永远远。主啊，阮也要为着阮当中受苦的肢体，向你来恳求。主，你是怜悯人的主，你知影阮的软弱。体贴阮的痛苦，由你的手扶持所有咧经历艰苦的人，互因得到对你人的安慰甲快乐。由你看顾伤心的人，特别失去亲人心中的疼，擦去因的目屎，互你医治病痛的人，使因心灵平安，早日获得健康。当阮安静伫你的面前，恳求圣神你的能力来做工，通过宣传道今仔日分享的信息。互阮会当搁较明白是伫个对阮生命更新的意义，阮就安怎行来回应你的疼。即是阮将今早起的礼拜完全献入主你的面前。阮听候主圣神甲伫阮中间，感谢主听阮同心的祈祷，阮的祈祷无完全，阮也要用主你家是阮的祈祷辅导文来祈祷。对你亲近的听，让你自己看的话，下来满后，心中下来过的我的所一起，我万万的遗憾，以后万年的生活喜受，来带我去。咱这来讲述上帝的话，咱你咧读的圣经记载，新约马太福音4章18节到20节，是罗马人书8章18节。马太福音4章18节到20节。耶稣行入加利利的海边，看见两个兄弟仔，就是西门，叫做彼得，以及伊的兄弟安德烈，趴蠓伫海里，因为是讨鱼人。伊就甲因讲，来对我。后袂互恁得着人，亲像讨鱼的，因连边离开梦来对伊。罗马人书8章28节，个咱知万行书，大家来互敬上帝的人得着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天天读到遮，今日咱要用顺声听做我的意向，来向上帝献上祝福。
至悬的上帝。咱今仔日要邀请孙团长来甲咱分享，台北市一切活诚新的。讲到进前，咱先请各牧师来介绍。弟兄们平安。今日是教会福音的主日吼，但是欢喜今日也当邀请孙传道来到咱中间来分享吼。那咱看到孙传道迄个介绍吼，真正是惊死人吼。因为伊的生命经验，毋是一般的人会当承担的。不过上帝互伊的生命一切拢活新吼。即摆伊是一个传教者。伊服侍的所在就是伫台南吼，迄个服侍的所在就是台南外岸隔壁迄个一间厝吼，所以即摆会伫牧养20几个迄个兄弟平差，也是失错的迄个兄弟吼，伊嘛伫教会结缘，加做一个迄个食毒的人家属的团体吼，那所以即马真欢喜来邀请孙传道来到咱中间来分享，伊今日想要互咱分享的故事啊，我们拍拍来打开门。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老主吼，给了这个机会来到遮，和大家分享上帝的疼甲上帝的爱，甲我服侍的过程。同样啊，就是上帝咧，伫我的生命当中咧，甲我拯救起来，互我咧回头回头去转咧，肩负理想就是帮忙过去迷失的，搁迄个食毒的朋友安尼。包括迄个庄牧师有介绍，我就是正常就是伫迄个台南，迄个更生人一个辅导所，咧甲咧从建立出来更生人的安置这样。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伫迄个高雄我负责一个迄个家属团体，这个团体的状况就是因的囝，无就是因先生，无就是隔代教的因的孙拢有牵涉着咧毒品甲酒精的代志安尼所以我甲心态就是算讲，因为我是安行过来所以我就知讲，其实一个家庭老人的大小，会食毒，会食药上痛苦就是啥物啦？家属，是家属，因为家属是24点钟，迄个压力迄个压力迄个辛苦是无法度讲。所以，阮成立即个家属团体，就是讲，互大家人讲有一个同温层大家互相而且敬拜上帝以外，就是互相打气啦，加油。所以，即个阮遐家属有一半以上，就是讲起来大家入来，无就生囝在食药所以变做讲，我是过来人，就是伊帮忙遮过来人，但是家属呢，就是起来有嘛去斗相共，遐打入来。所以家属毋捌食过药，但是伊亲身经历，知影即个痛苦，伊变就是来过的人啦，来过的人，去兼顾刚进来的人这样。今仔日我就是说讲，一切拢变成什么？就是讲上帝伫我的生命当中，安那反转的，安那，互我听起来的。其实即个当中有足侪代志的，那我今仔日就用几点仔来讲就好。我今仔有一段经文要向大家分享，就是伫个罗马书8章第1甲第6节这就是讲一个人若真正有改变伊也有一个信心的生命，若无呢，伊是无法度讲我要改变就改变，因为这药的后壁就是魔鬼嘛。你所以你即个若有一个魔鬼捆绑的，是足歹处理的。所以你若无去熟悉上帝、熟悉圣经，你要安怎甲即个魔鬼赶出去，代替伊的位？这是足困难的代志。像阮即摆咧教的，遐已经毋是咧解酒，嘛毋是咧解药因为因有诶是来咧解解马房的，有诶是咧解电脑的，
时代无共啊嘛，少子化，哦，啊无就该分乱的，哦，所以因为就是这物件叫做隐藏的，哦啊，显物件就是讲啊，伊食安怎他伊食烤尾包，其实伊同款问题是下底个问题，哦，所以阮就是咧做这个工作，哦，讲互爸爸妈妈听，伊是咧改啥物货，所以爱有这个信用，哦，所以阮伫遐一工三工的灵修，三工3堂的课，课着圣灵，课着上帝的话语，课着祈祷，然后互咱小事会当平安，爱当逐个去思考上帝的话语伫每一个人的心内。我无讲诚做吼，咱会开咱安尼。好，要互咱得到真大改变的，就是有圣灵甲圣神帮助咱了后，咱这个生命真正得到自由呢，就是伫咧真理内底，就是伫咧真理内底。因为敢若有圣神的迄个律啊，好多叫人自由。像我即摆已经改国差不多20年啊。20年的中间是安怎我都咧维持，还是讲一直维持着？第一就是叫讲我有家庭，第二就是讲教会领导，第三就是我尽力侍奉我的服侍，我的服侍兼顾了我也去用心的去服侍服侍，安尼时阵，拢得到帮助，得到坚固，安尼这个靠着圣神呢，你就要保护自己的羽毛，这是足可贵的物件。无你看我做解读村，敢会去敲着薄饼来改安尼啊？会啊，因为即摆少年到这啊，你看阮今仔的2个青少年17岁，因即摆拢叫做食烟弹啊，叫做烟火米啊，内拢调安尼啊，毋知种啊，伊嘛是感觉头长啊，这白长，我来拢较超啊。但是你若超着迄种的，对我来讲我无感觉，但是较少年的我无感觉，因为伊是戒的嘛，像我是戒海洛因的嘛，嘛捌超着海洛因啊，所以咱若有上帝，个圣灵、圣神咧保护，咱就甲讲这是足大气派，因为我家己是一个村主任嘛，我家己一间房间嘛，便所有的，我会当家己啊摕来只工，保管了做2、3工，摕出去互大家拿，摕出去固定就好。咱信耶稣，得到拯救了后，咱对这个物件足细腻的处理，就是讲不要落入试探，要投于凶恶。就是说讲，莫入着迄个歹个，你就互伊去插入安尼，所以随叫同工来，也是叫牧师来，甲即个物件销毁，安尼咱就无代志啊。无你讲食毒的情境来讲啦，你看到食毒会想要食，无粒丁啦。你啊看20年无食毒啊，我看到海螺有几粒丁倒去内心啦。敢有丁？有啊，还是有那个喵喵，但是咱会去保护，刹那真个想着是想着上帝的名，想着教会来甲咱斗相共过去，下咱毋好去做礼拜，所以这是我得到真正的自由啦，在真理得到自由。我较早的过去就是食10年的毒，搁改10年拢无成功咯。我住啊高雄一个所在，阮迄个年代较叫咱林区啊，就是说民国77年，遐是一个四四康大本营啦，较老的弟兄就捌听过吓啊，我有要听过三叔讲，你若差不多60年过，60年住过，就捌听过四四康啦，阮就是伫遐过的。阮遐是大本营哦，中部、南部拢爱去阮遐过哦，足俗的安尼。我细汉就是耳濡目染嘛，看迄打四四康哦，我是讲是足够年啊，但是我心内感觉足可怜的，因为你安尼用迄针灸啊、针头安尼食，安尼插，我足惊的哦。但是呢，我高中毕业了后呢，第一遍食着安怎遐就是去跳八家将，因为阮高中的时候就是去等于去放羊班嘛，放羊班读3、4年拢袂毕业。学校嘛无啥想要互阮去毕业旅行，所以你就是差不多10几个摆拢做伙，你放暑假假去对，
啊，无当毕业2、3岁拢报完，啊，就是人迄边仔迄庙啊，就来招生啊嘛，吼，迄个八家将，嘿啊，八家将班，啊，够钱啊，你啊，我就给拢有钱哦，较早时间一工200，我200，啊，搁加2分都免钱啊，哦，啊，成功个安尼，大家小姐就走去，所以这个很幼稚啊，啊嘛有到5年，啊是对因出去台东啊，搁等，就是迄暝就是我着人生着摕啊，摕去考个安稳他哩。迄就是大哥甲我讲的，讲迄叫做咧顾官的，伊就讲这顾官，因为讲拢有当免困，啊，佮讲啊足神秘哦，迄规病院头刻出来，爱足细腻，种我唔知影，啊，我讲起着，哇，安尼足珍贵，哦，伊食，结果阮食当来较高雄，真正无困啊，啊，即摆遐大哥就甲阮讲，恁着爱伊洗衫嘛，排汗哦，较好困，所以你看哦。时至至今啊，吼，啊，你看建民国，已经100几年，即摆立了一国名字。我即摆问遐少年仔，你想要去食这个？即摆遐人拢甲讲，这叫做助眠，啊，佮兼着疗愈，哦，所以遐十人手话拢开始咧食这个，讲你会利用这下是较早有人讲顾肝的，哦，啊有顾皮肤的，因为食魔鬼人顾皮肤嘛，所以这拢是一种后面啊，那个魔鬼啊，魔鬼啊，撒旦啊，吼。咧作怪，哦，爱说伊，啊，因即摆就知影，因为从少年就来阮遐，伊就较会听阮遮大哥讲话安尼吼，啊，就知讲啊，头前有一个人已经安尼啊，伊就较有一点仔汲取教训啊。啊，我家己吼，进出监狱3次哦，戒不了，最后真的是来到晨曦会哦，才站立起来的哦。因为咧改造的时阵，无啥物方法啦。西医、中医，啊，搁道理吼，就是讲去配合啦，去基金啦，啊，小罗求解，拢无效，啥物拢是对。但是就是拢解袂起来。到尾我是走投无路啊，走投无路吼。即地方法院就是办公人叫我去晨曦会，啊，你我毋捌，我捌听过晨曦会，但是我毋捌信仰所嘛，抱着一个一惊的心态。结果我去时，我知讲啊，内底人拢知。过来人就是讲解决起来，迄个无算我讲你食素食的，我讲食迄种轻松啊，我嘛是食了，我几间直接用水，啊，无我惊是讲这样假，哦，那就是有名的专门人哦，我才让我想到说，真的世界上还有这种地方，哦，也没有收钱，哦，这个没有收钱对我来讲就很轻松了，这样，所以我在那边戒毒，底下改造，然后就想去科，阮家己有一个叫做学院啊，训练学院，然后就去读书，就领到这样，来在场，然后到最后我们有一个家庭的舞蹈，然后我娶了师母，然后我现在的女儿差不多11岁这样啊，那就非常的美满这样。那这期间牧师也派我到很多地方，包括马来西亚、加拿大。都有我们戒毒的地方，我们真的把荣耀归给神啊！好，那这个就是我跳芭蕉江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照片哦，因为这张照片是我入戒毒村的时候第4天他们照的。那当时为什么都没有什么照片呢？因为他就是都是在混嘛。就没有什么珍贵的照片了，就后面20岁当兵们都在关，还有19岁之前也都在监狱这样。好，现在的刺青是一种艺术啊，以前我们的刺青不是一种艺术啊，以前刺青要稍微有一点点加入帮派这样，就是一种技巧。好，那神赐能力让我们胜罪恶，这个肉体呢的罪欲呢，就是讲咱肉中的肉体内底有一个欲望你很难去胜过它，因为它是跟我们制衡的对啊但是我想着讲上帝拯救遮济人，互我面头前对我见证看到我家己感觉我嘛是因为我安尼我总相信讲。真正有这个耶稣死伫咧十字架顶，替我流宝血，安尼甲我用迄种只
帮我们救赎买回来。因为我一直看解读书的人拢哈尔啊济，所以我就感觉有一个人，大概都无啥物货，无啥物诀窍，就是有信用注入这安尼相信你买内注，安尼就会让小可保护。持之以恒，越相信。那个力量越大，愈来愈大包括我即摆人有个家属关系嘛顶礼拜来一个，嘛是迄欢迎介绍来，带2个高雄仁武区的人，一个就是 H 的你们知道吗？就是打毒品感染艾滋啦，因为阮 H 的是安置住所伫高雄到台北啦伊出来H 的已经好像江城的灯火嘛已经咁样火一样。我讲，你到时要安置，我会来到3天嘛但是你逐礼拜来遮，逐个做伙敬拜上帝拢好，还面爸爸，因为主要是爱跟爸爸讲，因为咱要到3天一个人，就是爱爸爸伊的重要他人，大家来参与伊生命，毋是丢包，有个人是硬送来有无？好啊，先生会送伊，还是讲教会送伊，伊无来啊，我无来安尼无法度。那个迄个艾滋咧，因为即摆艾滋拢用要爱嘛，在网络现在网络很复杂一打开就可以约要啦、约爱啦、约什么开那个轰趴啦，所以都感染很多的问题。我问他要不要艾滋，他说要，讲你拢来无要好我知伊，我讲我一半，我讲我其实我嘛是食四盒就是海洛因啦我食四盒用做的做几十年。你我讲我今日看这种无血筋，我这种血筋拢无拢就是沉落来啦。伊当然你嘛目睭我紧起来，伊讲起来那种紧起来，就是看到看到看不到。我讲你后日大家来，我甲你安排，你甲你买写，我甲你安排你做。圣经要甲咱教示死人的话是真的你看那个人灵魂的苏醒是迄个拉萨路亚萨罗，上帝叫伊起来的时阵，伊起来，迄个都是足紧的，毋是安尼叫慢。因为人若要回应上帝的救恩你若搁伫遐慢慢来，豆扫是改袂掉。我较早阮妈妈咧甲我叫食，但是爱叫点外钟迄不歹的。真正我妈妈破病入病院，我爱随伊30分秒，我拖4点外钟2秒，都拢伫遐扫啦。因为迄药仔食的拢有一种后坐力，你知无？拢足兴奋的，拢伫遐扫啦，电线洗到前面，我足好的，足恐怖的，所以讲，咱若即个习惯歹掉，咱若得到这上帝的能力会救胜罪恶的时阵迄个回爱紧。沙利快刀斩乱麻我去解读的时候我看到2万年，我就甲上帝紧张了的。我就紧的，咱搁伫遐拖即种的，若搁拖落我就惨嘛。所以我介绍即个H医师讲了，叫做我今仔日嘛，今仔礼拜日我昨昏就伫迄个高雄家属团体，伊过来，虽然是奇装异服啦拜托我紧你也袂来就好啦。伊讲伊要来，小我讲一下知影。高雄中学呀，讲高雄第1志愿的，然后我讲你跳到同学，你食安怎产品几年啊？伊安怎用做的？同志嘛，同志拢用做。伊讲食20几年，然后我讲你到尾读册拢有啊，就是读中中你读册咱人承受不了打击袂堪你失败啦，就是向中伊迄间好的大家拢买安尔啦。变做受到刺激啦，伫高中第1名，你卖台青椒有无？变做拢后壁名安尼所以讲受到刺激啦，早一个来甲关怀有无？食这就是主要伊毋是甲讲过关啦，是甲讲这安怎袂歹，输压啦，然后一架一振不起到现在，但是他现在看到盼望。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这是上帝的开朗这是我过去的一个生命历程所以我14月
我中然后毕业就是这三个我做伙。啊，这村里遐两个拢过身去啊，因为一个是食海洛因死嘛，啊一个叫做庆啊。伊虽然毋是食海洛因死，嘛是间接为着海洛因死的，因为伊最后就是要食药无钱啊，走去家厝差伊的厝嘛有一分啦，啊伫迄30年前厝一分有无，就是爱摕钱互伊啊，结果伊分50万哦，30几年前分着50万嘛袂少啊，啊迄50万食了了的，他就是自跳了这样啊，只有我在监狱听到福音，然后出来到教会受到帮助，然后成立了家庭这样，然后现在在那个教会服侍还有家属团契，还有那个监狱礼拜5也是在监狱传福音。好，这个是我过去的被起诉的单子以前的起诉书本都是用写的誊写的，其中有一张是民国80年以前的，那其实就是说我去当兵的时候还是被列管的，我因这边时就是列管，所以我这边轻松的啊，就是刚才就根本伊就我硬笑，你睇伊就硬伊就刚硬是根本你啊，看在咧看啥，我你嘛度2年啊，袂当掠钱安尼。变做做无聊，但是我是，所以安尼就我安尼人种贴标签啊，无我做想要像我叫我咧你嘛当创啥，毕业时我嘛当面对着，结果我毋是我做兵的时候，我要掠钱本啊，钓一个80套安尼，我拢伫遐讲。其实我人嘛毋是讲做歹，就是讲较容易受朋友影响，因为我哥哥嘛袂歹啊，我哥哥我妈妈、我爸爸也无啥物坏习惯啊。所以是爱胜的，爱用贪。这个是我国中的时阵就安尼啊。好，今摆这就是我服侍所在台南根生辅导所，我们那边现在住差不多20个人。即该啥拢，即摆毋是咧该讲的啦，即摆该烟弹、该家暴，即摆少年仔外歹咧，你到遮个规个拢乱去无，拢拍厝来啦，创啥？但是来我遮就袂。因为我这是10个好的嘛，10个好，你牵一个少年仔入来，伊就敢感觉迄个感觉我白讲嘛，叫少伊就好去啊，伊就讲咱你这你关，你好诶，你关10个拢歹，你就是变歹，我感觉关监狱我就是安尼啊，你高雄监狱关，后尾搁去新竹关，后尾去屏东关，屏东关就变大尾啊。因为安怎讲，屏东伊迄是研读专业间，全部拢关屏东，我有时讲哇，你读研究所啊，大家拢对咧，大家拢我较少我拢记会了咧，安他命制造啦，海洛因加工啦，我背出来啊，因为他们的技术就是在那个屏东刚刚的交流啊，那个因为就全部拢关屏东的啊，我跟他发现新大陆安尼我不无咧，所以。你要戒很难啊！你本来高雄市林雅区拿得到毒品，现在都纵贯线的这个是台北、台南、高雄这样。但是不止，戒农村不懂，戒农村都是讲爱、讲激励、讲神的话，然后我们怎样来敬拜神。我在112年也领到一个宛如有功人士那刚好蔡英文总统也要任期要满了我领奖不是说很高兴，当然内心很高兴，但是我们把这个东西都是荣耀归神，因为戒毒的朋友起来要很小心，因为我下午就领很多奖，但是我们就高兴，喜乐一下就好了，跟弟兄一下，不能以后说你看我领过什么奖，有时候戒毒的朋友太早曝光啊，太早领很多奖了，他可能就什么骄傲了，开始笑我啊表白啊，好，最后就是圣灵得平安。刚才那段经文就是说你随从圣灵的，你若对圣行行的人呢，你的内心啊，你的行为啊，包括那个肉体啊，就得到迄个啥，扎实的迄个啥生命的平安。
你袂讲看到什么代志，安尼对人咧波动，还是讲电影镜头发生状况要相拍，伊啊点，因为迄叫做监狱文化，所以我遐是叫做根生辅导所，就是监狱关鬼害等迄款遐。哦，屏东也是彰化，春天拢毋是，春天你不一定爱监狱，啊有两个单位就是爱感染又同志的，就是迄两位，你若无感染的，就是有查出来，啊我遐就是监狱文化。但是咱有性别，咱有上帝话语，咱平常时和伊建立的关系，安尼发生做咱的心灵啊，足边安尼会用上帝的话去和伊慢慢仔讲，人就是安尼，伊就逐粒啊，点个就会，哦，咱来祈祷认罪悔改，大家拢有接受。你若要用迄个以暴制暴，用迄个足歹的，安尼和伊讲，拢无效，只有上帝的话语有力。你嘿，你毋是像我感觉，伊咧以暴制暴是无啊？感觉就是安尼，拢用比的，对，安尼有无？安尼无效，安尼没有办法造就人的生命。好，这是那个家属团体我每礼拜我就有20几个家属拢伫遐聚会，就大家拢分享来交流啊。即摆就是兵分多路，大家去顾家己的囡仔，因为伊住民富区，因囝是感觉，也是讲因囝搁咧食毒，阮就去做迄个探访的工作，因为我感觉一个囡仔若出问题，应该家属每一个拢爱参与伊的细节，互伊一直帮他。特别即摆迄隔代教养不济，拢阿嬷带大汉，所以阮拢爱做去甲帮人，甲阿嬷讲，互伊做一个文件，但是你嘛爱甲先看磨一个啦，爱甲磨一个，太大汉。这是我是感觉上好。最后，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建议，就是讲有4样，就是圣灵的圣神就是代表上帝的嘛，恢复力量。咱若顺服圣灵不顺服肉体，乃顺服圣灵就是我都胜过咱这个肉体。过去的袂搁再受牵制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了嘛，所以我们就没有，我们不活在人的眼目的当下，我活在自己活在当下，不是活在人的眼睛之下。好，那将来的力量得到保障这就是上帝互我的应许啊。咱有忙有盼望，你看咱遐流浪的外人来解，流浪的敢好解无流浪的歹解，比食都较歹解但是你爱互伊忙，所以解啥物应拢嘛紧，就是爱互伊忙互伊建立起不要在最底层的那个需求主义安尼敢若讲食会饱，有通困就好伊家己用找伊的优势观点出来。你其实你会礼拜你会当创啥？头头也见做起来安尼的时阵伊就爬起来了，就是忙安尼。感谢各位主，今仔分享到这。感谢上帝请到顺传道迄个圣灵故事实在你讲无济毋过内底那个真济真艰苦的故事你听到伊关于改压内底遐尔长的时间，实在是无简单。不过伊即马领受福音了后，伊回生命有改变所以咱会当相信。耶稣基督来面可以逆转胜今仔日是教会英国小组收官的日子毋知影在座有新朋友有邀请来无？可能华语可能较济好，我们将荣耀归给神
是请咱起立来用回应的诗歌，圣诗434，上帝听人来我们其他的
是我来报告，咱做伙来关心教会重要消息，请先开直播。刚刚的情况，后礼拜刚刚的情况，请各位有叫刚刚来注意的时间，聚会人数甲同的，请入来看。我来报告本会的消息，今仔日是福音主日，感谢孙耀团队来到咱当中用性命来分享，真是一个性命来分享。我代表教会来宣传落去。第二点，咱教会有设个会定伫7月22号到26号要举办演变探行，欢迎厝内若是国小的囡仔，欢迎来报名参加。第三点，今仔日下晡1点要召开幼儿园展示会，请大家有齐心来参加。了后要接续召开小会。第4点，后主日下晡1点要召开定期讲习会，请讲习有齐心参加。第5点，6月8号礼拜中有圣礼典要举行，然后听说决志要受洗，请来牧师或是干事来报名。目前报名有成人洗礼，有信用告白，洗礼咱有牵入直播内底，请咱嘛是搁提名来为来倒。第6点，听说若有物件放弃，找无的，最后希望就是咱教会有设一个失物招领区，还是1楼一个回收区要写一个失物招领。咱物件若找着，拢去看物件，教会统一伫月底来甲整理，所以会使来遐去找。第7点，时间真紧吼，第1届的文道训练已经经过1年的训练。今年的6月底就要来结业，毕业典礼要定伫7月6号来举行。第2届文道训练嘛要伫今年的7月开始上课，即摆已经开始报名，咱会使来找教育组的组长、会务长老，还是各小组的小组长来报名。另外，本来伫7月6号是要安排叶启祥牧师要来主理全教会委员会。这个时间要改定8月17号来举行。关怀大道的部分有提出邀请的兄弟多带领请咱继续来大道，继续利用教会1楼的教堂的整修来奉献大道，奉献奉献的少年人嘛，请来向财务组来提出。牧师毋知要补充报告，然后新的记录。咱即摆来读本周的经句，基督靠咱做主，所以你我哋要挂在那个做这是咱来人生上面的信息513诗。万祝祝福都好。信心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互咱会当心意更新来变化，直到因世界无尽。阿门。